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井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去到南部，含3、5个朋友去一间大庙进香。哇，真侪伯啊，坐伫咧庙埕遐拍箍，淡仔伫咧泡茶。人因围一道，阮往那厝我去。结果有人甲我认着讲国精啊，你伫电视咧讲解文说理讲了袂歹，我呢真欢喜，甲讲多谢。毋过伊坐条，我嘛坐条咧。结果边仔一个伯啊讲国精啊，你目睭问无上暗。哦，啊是安那？我目睭问无上暗，这是阮庙人的主位呢。还没讲话就爱徛起来，我才赶紧徛起来，搁甲说多谢。啊，无影啦吼，这是国精咧编故事的。主要我是要讲一句目睭问无上暗啦，就是较早的人哪会遮敖舌，说即个喊话啦，这咧表示啥？先来讲上暗，真侪少年辈唔知，就是皮肤洗完，咱先上暗才搁拍，皮会加真甜。啊，目睭问要安怎上暗？这就是讲喊的嘛，咧表达啥？表达讲吼，你目睭问若上暗，目睭问加真甜，表示目睭加变真金啦，对啦。所以国精啊，唔则甲即个伯啊讲，安尼有影我含慢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唔知影原来这位是主位，我徛起来，啊，结果我呢，甲鞠躬，甲会师咧。国精的动作讲起来吼，比手画刀真活泼。结果另外一个伯啊，佮讲国精啊，我看你咧讲解文说，你就真讲，哎，私底下呢神经线假无完，哈哈哈。对啦，即句吼原来足含的啦。事实咱甲想一个真，都爱读医学院、读册当出业，都爱个实习的人，真正做医生才会知影讲，人体神经线安怎走安怎行，有影呢？啊，结果吼唔知啥物人。灵感才好，去写这句话，这咧表示啥？这喊话啦，表示讲你这个人都破啦，表示你这个人都头壳一空啦，对啦。神经线加无暗，啊无，搁整个甲加较暗的，唔通破好无？若讲万项代志，咱安尼逼家己，就爱较认真嘞；逼家己讲，就爱较照起工嘞，唔通安尼放放散。若无会通讲神经线加无暗，安尼就唔好。毋过这个喊话吼，想一个真。拢是用人的五官，拢是用人的五脏六腑来发挥，结果讲出来尔，拢敢若亲像镜扑伫咱的眼前咧。你若讲你目睭白无金，啊，佫无熬，讲目睭问无上暗，敢无安尼形象显明？互听一摆就记一摆，会体会讲，说即个喊话，老辈嘛真正有影艺术啊。